先来讲这个台语消费者运动啦，吼。啊，我再来介绍这个老破丸啦，哈。九号丸，这个当诶，哦，石破丸啊，我较早有熟悉小破丸，啦，嘿，今仔嘛是带了若讲石会员。破丸来，丸哈，做啊，一个唔捌哩哈。伊是台电机系毕业，了来南加大做迄个电脑工程啦，哈。啊，伊即马我还没有咧讲一个构想，就是讲要安怎透过即个网络，吼，看是 App 也好，还是啥物款方法也好，来做消费者运动啦。啊，我迄阵也是有讲一个概念，就是亲像美国迄个 Triple A 迄种诶形式啦，吼。美国诶 Triple A 你就是一工纳50块诶 membership，啊，你若去食饭啦，去创啥物拢会当打折啦，吼。啊，所以敢会当讲，咱台语团体会当组织甲到讲，咱嘛来发卡的，吼。啊，所以若讲你即个无共款诶，像讲你 Google Map 还是啥物款吼，咱会当用一个 logo 啊，咱来招一寡台语诶商店，吼。你若有参加，你有即个 logo 即个商店，你去迄搭，你就是会当打折，还是讲特别诶啥物款诶服务，还是讲你若要去倒是搭旅行，你就有台语诶旅行团，还是亲像即类诶构想吼。啊，但是伊是讲哦，这爱广告吼，这可能毋是较尔啊工程，毋是较尔啊单纯啦吼。我是咧甲伊鼓励讲，即摆咧做台语诶团体是不止啊济啦吼，所以咱若是讲会当设计一项好产品出来吼，啊，检查会有即个可能性啦吼。啊，你敢要？哦，我阁先来讲迄个介绍即个阿姐吼，伊出事业名啉阿狗吼，啊，伊诶经历较特别啦吼，伊是咧做咧辅助迄个青美人工人吼，诶社工啦吼，社会工作者啦吼，啊，所以因为我即摆我是咧想讲，还袂甲问啦吼，即摆是毋是讲？你若是要互即摆青美人要出外去，吼，透过 Google Map，敢会当有声甲伊讲哦，对一搭危险，你对一搭爱挖，吼，啊免来去利用即个 Google Map 吼，来帮助目睭无看见诶人，吼，来行路吼，检查你已经有即种诶活动啦，吼，啊，搁另外我最近去迄个 Google Map 去看迄个 CNBC 吼，诶一个报道啦吼，伊讲 Google Map 到目前为止吼，伊诶广告量拢还未正刚开始诶啦，所以伊即马即个即个财务公司咧甲估计吼，讲到2023年吼，伊诶广告诶收入，单来靠 Google Map 吼，会当有差不多要到诶2个 million 啦，诶。毋知20个 million 啊，偌济，反正算爱超过6000亿诶台票啦。啊，因为开始要做广告，所以即摆落去就是讲，踮即个 Google Map 即个 platform 内面吼，咱应该是会当做诚济代志啊。吼，啊，这是打咧开始尔啦，吼。啊，所以，但是咱即摆今仔咱这毋是讲，咱的动机，咱毋是讲要来趁钱啦，吼。咱是干希望讲，当透过 Google Map 即种的科技的工具吼，啊，看会当讲，望讲科技伫咧进步，啊，咱台语拢对袂着，吼，啊，所以真欢喜讲迄个林阿高姐吼，阿高姐伊顶2礼拜伊有来讲吼，啊，伊顶2礼拜伊会讲的即个内容，大部分是较理论基础的啦，吼，徛伫一个讲免啊辅导青美人对视觉吼，伊视觉是上直接啦。吼，啊，咱要讲台语，你若是讲入去迄个环境的内面，拢是一寡台语的产啦吼，啊，啥物物件，啊，会感觉哦，即个空间就是爱讲台语的吼，哦，安尼就是逐个迄个心理上要讲台语就会较自然啦吼，啊，所以差不多，我讲的差不多是安尼，啊，所以是毋是讲迄个，咱只有一老慧明吼，你敢会当互阮看一下？还是来自我吼？敢会当互阮看一下？你敢会当麦克甲开一下？哈，啊，等下哦，我看卖一下伊，我无啥会晓用这个。哈，啊来，啊无叶粉，
规清这你敢袂当反看者，大家熟悉一下，开袂开就无法度。啊，这个是这个梁光遐歹势，我提一个天书问题，因为你拄则讲阿天连咪就要走，是毋是？先请的发言。好来阿天，你先来讲几句啊，哈，哎。好来，你卖过你开开啊，好来。我是10点才会走，我是10点才会走。10点爱走哈。我无咧讲。啊，伊可能好，安尼无破完，你咱讲几句啊啦哈。大家好，我是谢福元，我是进前甲即个就是进前伫 LA 吼，即个梁光前辈足照顾我的，即个会议顶面我看到即个林俊玉前辈吼，阿天张医师吼，即个较早拢有熟悉，我是一阵仔无接触即个台语的即个。台语的遮个事工啊，吼，毋过就是有关是对于即个台语的资讯化足有兴趣。因为我个人即马是咧做即个嘛是即个人工智慧的部分吼，所以一直嘛有咧做即个就是软体开发还是即个软体 algorithm 这部分，所以嘛是一直希望讲会当来帮助着台语安尼。头拄就是即个梁光前辈。讲到几点吼，我嘛有一寡想法，所以等下有机会嘛会当甲大家讨论。对，多谢。我会记你较早讲你有一个计划，就是要将迄个世界各地的母语吼，用母语去写当 Google Map 嘛吼，伊最爱去佚佗迄个国家公园啦。所以伊是有即个计划，讲用即个地名用母语当 Google Map 写啦吼。其实吼，我一直要招康培丁来招拢袂好势，因为康培丁吼教授吼，伊有甲政府摕一笔经费啊，伊是咧专门咧做台湾地名，台湾本地迄个地名，所以应该是咱即个主题吼，含迄个康培丁应该是真有关系啦吼。毋知检测恁大家对康培丁有熟无分清分清，你即摆是迄个。台湾教师协会的副主席吼，我是感觉讲，像讲即个博员即种人才吼，佮讲台语的吼，应该甲因请去教师协会讲啊。无恁的会拢敢要，即个人才拢用北京话咧讲吼。所以咱来请一个即台语遮好的，佮学识吼，遮有才情的吼。我讲以后恁来开会是毋是会当有来讲？请一寡有法度人讲用台语发表的即个青年学者啦吼。我知影即个教师协会，即个教师协会即个教师协会开始拢请足侪迄个少年学者入吼。顶年我有去啦吼，顶年我有去，迄个黄姐嘛有来嘛吼。其实足一寡老辈的教师协会的会员拢要求迄个因爱讲台语吼。所以才是主持人就无迄个决心吼。所以迄主持人足重要，我嘛去来抗议伊嘛无听即摆你伫遐做副会长吼，拜托你会当即个方面小注意一下。因为即摆问题就是讲，像我因有诶要用。对啦，所以也要反正为较迄个 technology 物件，伊有哪无法度来讲，所以伊只是讲互大家方便安尼尔。对啦。所以我是感觉讲，咱若有迄个机会去安排因为像我即摆拢是用科技方面的，咱后日仔来用人文方面的，咱用台湾话用啥物都会使。看国人演讲者，因敢有迄个因较用啥物语言较关系，阮是无一定甲伊规定啦。因就甲阮问讲要用英语中文，我拢会使，看你对一个较方便。因为有当时伊连用中文发音伊也有困难。对啦，本来个咧咱台湾囡仔个咧考虑讲用英语来演讲安尼。对啦，好，感谢，真好的建议。即马有熟悉迄个
破关，石破原係石破原。啊破关，哈破啊，关。伊即馬含美國呀，伊即馬嘛做一寡佇迄個運動方面，迄個佇迄個 anyway，我放了逐個時間啦吼，即馬我是真離真有迄個才情的人啦吼，嘿。就好，安尼你若要請我來推薦，我嘛捌作些台語的學者啊。是，啊，阮 NTPW 嘛会当请你来演讲。阮遮北美妇女会，北美的迄个台湾人教会，台湾基督教会的妇女会，嘛会当请你来演讲。阮有咧说讲阿嬷的话，啊，其實即個张医師已經有甲阮鬥相共，阮即馬開始要說一字一句。啊，所以阮要用一字一句的方式来，真好真好。啊所以可能阮开始明年度，阮即马已經抑搁咧找經費，啊已經阮有一部分有經費入來，啊所以若準講阮若有遮個活動出來，阮若搁去要求經費檢查，有個人會當搁甲阮。佮甲阮奉獻安尼，啊，所以應該是無啥物問題啊，所以真歡喜有熟悉破完啊，咱會當經過即個迄個地長了，咱會當來有溝通，還是有交流，啊，咱會當互相留即個contact information， 好，感謝。好，感謝，好，安尼差不多係啦，啊，有啥物人要家己要自我介紹一下嘛？就以老中光兄，我插一句話，你拄則在問講康培德，我有熟悉，威文嘛真熟悉，張學謙嘛足熟悉，嘿，康培德我攏有熟悉。安尼不要緊哈，我想今仔日講了啦哈，咱後邊咱繼續來講這個主題啦，咱較閣甲邀請入來啦，啊，因為其實哈，其實這個。像講我嘛是知影講這足重要啦，啊，特別用啊誠好，變啊使用，伊會當利用到什麼程度吼？這可能愛有一寡較專業的人通來入來安尼啦吼。我是感覺會知影講有啥物款人會當有這方面的知識，愛當接人來講吼。啊，所以康培德我有拜託迄個何信涵吼去甲招啦。就頂2禮拜去甲招吼，啊，就攏無回消息啦，啊，所以我嘛毋知影講迄個到底聯絡了有好啊無，有好勢啊無，所以多謝張醫師吼，咱以後閣甲請袂要緊吼，啊無安尼迄個我要請阿高姐你準備吼，我來甲時間交互你，好無？哦對，來這個劉慧明小姐，你敢會當咱小可自我介紹一下，好無？咱大家熟悉一下。你住伫台灣還是住伫？你住伫對？你莫句愛開。啊？哦，我住伫台灣，我是台灣。好。我伫新竹讀冊。哦，你新竹讀冊，嘿。對，啊，我的即擺照，我是看到面冊頂面有迄個鄭良光。先輩的迄個佇面冊頂面的迄個，我就是迄個本人，嘿。哦，就是你佇迄個對囡仔講台語迄個社團內底有分享即個活動，我就想講今仔日拄啊好應用來看覓一下。哦，真歡迎。啊，你即擺是佇叨一間學校咧讀？啊，清華大學。啊，你讀研究所，讀迄個？無啦，我大學生爾，我2年。迄個劉慧明先生，我講一句話吼，歡迎你來參加這個團體。啊，你大學生爾，就遮爾牛，佫會曉用了白話字寫吼。我建議你佇咱這個群組遮會當拍字，你毋知有看到無？佇正手邊遐會當拍字，你甲你的 email 拍去頂懸，啊，阮大家若有啥物資料會當甲你聯絡。哦，我看覓一下。莫用Facebook 較緊啦，你用 Facebook 嘅迄個。少年囡仔在用這。啊，請咱得啦吼。較緊。嘿，真歡迎你會當入，希望講你若是感覺講咱這個活動袂歹吼，當繼續吼。
继续入来吼，啊嘛招一寡朋友入来吼。无安尼，即摆咱就来开始啊！大部分头仔拢有话讲着啊吼。啊，曾慧萍吼，伊嘛是，伊是迄个理工局的，会当过去的，你是啥物？你是董事长吼？唔是，老牌董事就对啦吼。好来，安尼无咱有个时间交互迄个高姐，好吧？哈。即马开始啊嘛？嘿，开始了，嘿。谢大家，先甲大家小酒问一句，就是大家好，大家平安，牛早，阮平台湾时间啊嘿，牛早。我本名叫林怡静，宜兰的宜，安静的静。啊，我后来学一个台语名叫阿高，嘿，迄个因为我本来我的名是算阮即辈菜市仔名。所以我号叫阿高，就别人较认会着人吼，我本身是做即个盲人的事工，啊，我学台语的背景是2015年才开始学的，所以我学台语是会使讲比阿勇就迄个美国人阿勇较慢。2015年才开始学，所以我讲台语呢，都毋是讲亲像各位前辈讲甲遐正吼，啊遐练长啊。我是变做阮即辈的悲哀啦，就是必须爱甲即个台语当做外国话来学，吼但是这是相当爱有一个台湾意识，才有法度来会开即个时间参加社团上课，是看即嘛有 YouTube 会使家己来家己练习尤其是白话字的部分。对我来讲是帮助足大诶，因为有白话字才会使知影讲即个台语音要安怎读。这我嘛受到准药长老因为准药长老伊有开发台语诶迄个工具，所以我嘛有下载迄个信望爱诶即个台语输入法，伫电脑顶悬拍字，就真正足好用诶。当然准药长老嘛有台语信望爱做资料，我会当去找我想要找诶资料来读。再来就是讲，张医生嘛伫台语文，我做建议，讲安怎，比如讲我想要招社团，要安怎开始较好，正经有请教过伊几寡问题，伊拢真大方甲我分享，所以阮即辈是需要各位前辈真侪互阮真侪建议，我本身是台北人，都是。人讲即马滚酸笑讲是天龙国啦，但是我是住新北市，就以前的台北县，但是阮台北县，我细汉的时阵，台语环境实际上是真歹，因为我住的是邦桥迄位，我以前细汉住邦桥迄边，国校仔附近拢是眷村，所以迄老师有诶嘛是外省仔，伊会禁止你讲台语。所以我讲出来，互其他的朋友听，因拢惊一个讲为什么我即个年代的，阁有迄种禁止人讲台语的即种代志发生？实际上就是有，因为台湾即个语言的部分一直互打压，一直到即个我是1977年出世的，幼园的因为讲，若是有讲一两句台语，罚钱是互拍。阮以前的老师就对囡仔足残忍的，所以安尼拍一两遍了，你囡仔就惊，就毋敢讲啊，再来呢，所以我大汉了，就是去学习讲安怎家己的母语捡转来，这甲我本来做即个做盲人事工有关系，因为我有去服务过中南部的学生。因中南部有诶差不多40-50岁以上诶，因用因的母语，就是用台语来甲因对话，因可能较听有。当然迄阵拄开始咧练诶时阵，讲甲真正哩哩啦啦，毋过因拢对我足包容诶，到一个程度了后，我想讲，安尼无法度，因为一直讲甲哩哩啦啦嘛，所以就是爱甲台语想办法甲伊学好较正诶，互别人较听有。所以后来2015年，我伫台北的双连长老教会，伊有牛埔庄的台语罗马字班，我就对迄个陈金泉长老，因来学即个台语文的罗马字的写法，就是
对安尼开始，所以五档进前开始学台语文。啊，这5档之间，我有真多有时会迄种想法会出现，就是为什么我所看到的拢是华语的环境？啊，因为我本来是这由我来讲是有淡薄仔奇怪，因为我的环境其实大部分至少有一半以上，我拢是甲目睭无看的人来交陪。哦，安尼目睭以外的世界对我来讲，应该是较无遐注重。啊，毋过应该是感谢上帝啦，互我有即个机会，因为接触即个盲人的关系，所以更较了解讲目睭视觉，就是咱目睭所看到的即个影像，对咱的头脑、对咱的思想有偌尔啊重要。吼，所以顶摆讲的时阵，龙光长老嘛有介绍即本册，即本册我看，大家。我先甲即个我的背景关掉。好，歹势，因为我房间较乱。就即本是我伫应该是旧年还是前年就买啊。即本册呢，互我有启发。佮大家看会着吗？袂着。安尼应该是即本。对，OK。对，即本我嘛有买。吼，伊内底有真侪迄个失败。嘿，对，看扛棒，吼，看扛棒，伊是用汉字写啦，不过伊后下骹遮有写罗马字，所以知影讲是看扛棒。吼，若是全部拢汉字，都毋知要安怎念，看棒嘛。吼，即本吼，互我第一步的启发，啊，然后呢，都是我。顶届讲的，即本册，因为顶届讲的吼，我都无讲顶讲啊啦，吼，迄较理论的部分，今仔日主要是要来介绍讲安怎实务上去操作。啊，大家若是看先讲毋是先讲 Google Map 的部分好啊，吼，因为这网络顶悬我本来重点毋是讲干那 Google Map， 只是拄好 Google Map， 伊会使伊的应用的范围较宽。较大，吼，啊，伊的应用的即个机会对少年人来讲较侪，因为即马少年人想要去倒位，因通常拢毋是先敲电话，伊是先 Google 看卖 Google Map 有啥物建议无？因为 Google Map 顶悬有真重要的资讯，对即马的少年人来讲，可能比敲电话搁较利便的。所以等下我会龙光长老，请问，我迄个 YouTube 影片敢有法度放互大家看？你会当 share， 你会当你按迄边来 share， 你会当你家己控制好无？我这边 share 吗？用 YouTube 会使吗？会使的，使吼，安尼我先甲我的 YouTube 叫。你即马哈，你若要 share 时，你去你找一个 audio and video 迄搭哈。Audio and video。嘿。OK， 所以你会当audio and video， 我找看卖。我想你直接哈，你直接甲 share 应该是无问题啦，哈。你若后个你会当你用你的电脑 share 安尼较好。我顶你安尼嘛，你是你转回安尼，好，我来试看卖。因为我有看过啦哈，你送来 video 我有先看啦，我想讲今仔日互你家己讲。我想讲迄个影片吼，大家先小可先看一遍，伊是6分11秒的时间。吼，毋过为着要做6分11秒，我着开2点外钟的时间去录影。吼，首先就是佫继续介绍拄则迄本册吼，伊顶悬。大部分拢是用汉字写的，啊，伊有诶是用华语来斗台语，所以伊无一定是即马咱用迄个汉字，就是较教育部建议诶迄个汉字啦，无一定。吼，譬如咱即马若是拍 Google Map 顶悬，咱拍迄个内底有一间店，吼，内底有一间店，就是叫常用车行。啊，伊的商是伊的汉字是写高尚的尚，
勇就是勇敢的勇嘛，上勇。这拍上勇了后出来，就是会有迄种台语的店名，这算台语店名吗？我毋知影这会使算还是袂使算啦，因为其实都是看起来都是汉字嘛，有的人就会直接念华语就变上勇，上勇，但是会晓台语文的人就知影伊的意思是上勇，就是因为查迄个 Google Map 发现讲顶悬拢会使讲无啥物台语的资讯，所以我就想讲无就家己来写。即马要来做即项代志，吼，即个事工有两方面会使入手。第一就是头家，若是家己有开店，还是你朋友有开店，伊要互店名，还是要互店名爱伫 Google 顶悬去登记，安尼是会使是会使用咱的即个台语的部分去做登记，好，安尼我来看卖是毋是会使放迄个影片互大家看？好，我等一下哈，我 stop share 就好。你来放，我本来想我要去找看，我来放无啊？我爱走过去迄个 Messenger 较麻烦所以你来放好，你看电脑你来放哈。好，我来放。是倒边顶悬有一个 S 当 share 嘛，你只要一个 share 哈，你上下骹的时候，你会当 share 的即个 M 吗？对，我即摆是即个吗？对，即摆已经是你咧 share 啊，即摆好，我来试看觅吼。我做影片是安尼，我要放大吗？大家先看觅，等下咱来讨论看觅会使以后安怎做。大家平安，我是阿豆。礼拜阿来分享安怎用手机顶悬。安尼会使吗？手小，你爱放大，你爱这会使吗？有听到声，但是迄个影片伤小，我看觅哈。伤细声吗？有够大声，但是就是迄个影片迄个字面伤小，所以你家你迄个影片的温度比较大。画面伤细啦，画面伤细，较大咧，较大咧，搁较大咧。较大，画面伤细。你等下，我来试我放你先离开哈，我来放你叫互我的你等一下哈。你退出，你先退出OK，我来找。我可以先。你好。有较大个吧？我阿来分享安怎用手机顶悬的 Google Map 来新闻上人的日常生活的平安。知的是，一个语言若是要针对一个话的语言，就要伫人的日常生活中间会当使用，会推测即个活动，就是为着要创造咱台语文的环境。大家若有认同，就会当做伙来做。首先，大家来找到家己手机内底的 Google Map，甲伊拍开。
点一个就会当拍开啊。现主是 Google Map，无法度用台语数字法来敲找咱要去的所在，所以请大家委屈一个，先用华语还是英语来输入。咱若找着要评论的迄个所在，就甲伊点一个，顶悬会出现迄间店的小界。看起来拢是中文的，是毋是足牙晓的呢？安尼就代表讲咱需要拍拼去写即个评论。咱先来大约影一个内底到底有啥物款的物件，有啥物款的资讯是值得真侪人来参考的。看过就知影讲，内底内容不止侪，所以讲无怪即卖的囡仔、少年人拢定定爱上网络去参考伊顶悬的资讯。咱若是伫顶悬有写物件，就等于是甲因有互动。内底除了交通方式、地址、电话以外，上重要的就是即个评论。咱台语文推测到呾，伫即种日常生活的 Google Map 顶悬，悠远足欠会用台语文来表达的文章甲图文。亲像即间店，就完全无任何一篇的台语文伫顶悬做评论。所以我按算来写第一篇。安尼咱来找评论的所在，就是即位。咱会当选择要送因几粒星，阁有文字的评价，会使藏图。为着要互看的人对台语文的评论者有较好的印象，鼓励大家是尽量写好话。我先来放相片互大家看。放相片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以倒边的四角形，直接用手机现翕现放。正边的迄个四角形，就是你已经翕好势，放伫手机内底，然后用即个四角形，甲内底原本有的相片甲伊叫出来，我甲伊上网传起哩。亲像安尼，我找到我家己手机内底已经翕好势的相片，甲伊点一个就选择。我即边选3张看起来较水的相片传起哩，然后我来写文字的评论。因为现主时是会晓看台语文的人较少，多数的人还是悠远看中文。为着要甲迄寡原本咧看中文的人，豆豆甲因请入来，咱台语文的世界，所以我用汉罗来做伙，用汉字较悬的比例来做即个工课，然后下骹会用英语来表达，这互想要学英语，还是讲原本就是英语的使用者会有兴趣。则阁提醒大家一遍，就是咱尽量写好话，互大家对台语的评论者有较好的印象。相片下骹嘛会当有文字的说明，伫遮我嘛是用汉罗兰做伙的方式来做表达。为着要方便查询台语词，我伫手机内底有放字典，亲像即个找台语的即个网站足好用的，大部分的语词伫内底我拢查着，所以我找我袂晓的即个中文词叫石岭，台语要安怎表达呢？伊就甲我讲，石岭就是酒店，安尼我就知影爱用酒店来写，鼓励大家尽量来练习。用台语输入法来拍字，安尼会当搁较熟手。是认为已经写好势，安尼咱就会当找着正边顶悬迄个发布，就是蓝色的四角形迄边，甲伊入落，伊就会将即篇评论发布出去，互大家看。发布出去了后，就阁诞生一篇台语文的评论，安尼看起来是毋是较舒适呢？以上就是简单小解安怎创造一篇新的台语文评论的方法。
另外，阁有一条路线，就是咱会当将以早有捌写过、用支那话写过迄寡评论，全部拢甲伊改做台语文。顶悬写的是会使修改的，所以咱会当两条路线拢同齐来进行。望咱台语出头天，台湾出头天。多谢。来拍婆啊，感谢。多谢大家，多谢中场咯，嘿。被惨，安尼大家看这影片了后，有啥物建议？因为这是一个简单的慢些咧，我拄敢是爱去甲，我要来去甲停。是咧，我去甲停个。你几岁？你几岁？读小班，你读。好，我停下，安尼使啊哈。你个台语腔足水诶，嘿，听甲足爽快。多谢。我讲爱拍拼练，我感觉这录这个音吼，会使家己的这个台语音纠正。所以2015年开始，我就开始家己做这个工课，家己进前讲话臭奶呆的迄个音甲伊录起来。过几冬，就是每一冬看有进展无，到当是小可有进步啦。只是讲当然甲大家本来细汉就开始讲的比起来是较含慢。但多谢梁光长老嘛，多谢大家互我有即个机会当伫这头前吼，甲大家讲台语啦，其实会紧张。会感觉足紧张诶，嘿，因为这就亲像要用英语去演讲的意思是差不多诶啦吼。我内底需要有一个翻译机，毋过最近这今年有较进步诶吼，就是迷茫诶时阵会有寡台语词会走出来。若暗时迷茫梦着家己会晓讲台语，安尼可能是有搁较进步。望以后会使讲100%拢用台语来表达。拄则迄影片是敢若讲到 Google Map 的部分，Google Map 即马足欠的，无啥物人用台语伫顶悬写。虽然即马会晓写台语文的人，照理应该是逐年拢有咧增加才对。但是伫 Google Map 顶悬看到的迄寡资讯，拢是支那文，所以是若有我是想讲，用啥物方式，甲即寡会晓写台语文的人考起来，会使鼓励大家来做即款的事工，因为这看起来足细项的，毋过伊对真侪人来讲是真重要。会使安尼讲啦，人吼，我最近有收到一个朋友的分享，伊的分享的内容是，伊一篇文章是讲，可能几冬以后，台语会变做贵族咧用的语言尔。大家听有迄个意思嘛？就是贵族、富爷人有法度，就有闲有时间的人，才有法度去学台语、练台语。其他的人都无啊。我看迄文章，当然伊较悲观，但是迄是一个真深的提醒。若是台语变做某一群人才有咧用的语言，伊真紧就会无去。所以呢，我就咧想讲，安怎甲迄个重点放伫咧无遐敖的人顶悬？无遐敖的意思，就是因可能厝内环境较无好，要拼三顿。是讲伊较无迄种意识，可能就是讲，因知安怎表达，就是头壳可能无遐敖啦，无遐巧啊。普通人、正常人80%左右的拢是这社会大众，安怎鼓励因会使来用台语表达？这是现主是较困难的这个部分。我前一阵有去参加一个台语
台语社团，伊是台湾大学台大的一个学生的社团，啊，因是一群较有台湾意识的少年人，做伙来学习台语。啊，毋过因就是较有意识，啊，再来因的头壳嘛较巧，所以因会使真紧的速度去学习。啊，毋过即寡人以外的人，啊，因敢无法度照因即种读册会的方式来进行，可能较有困难。所以我咧想讲，是毋是咱有其他的方法，会当甲即台语文，会使推涉入去社会大众因的生活中间，互因不知不觉来接触台语。所以 Google Map 就是一个方法，啊，其他阁有 Instagram， 其他阁有 Twitter， 阁有家己写 blog， 拢会使。啊，再来 Facebook， 顶悬若是拢有即种分享，啊，甲伊推撒出去。安尼咱的即个台语的时间会当进入到社会大众的生活中间，这是较理想。所以即摆爱请教大家讲有啥物款的看法，因为若是关伫咧教室内底读册，即个效果可能较有限。你讲到遮吼，你即摆要互大家发问哈？对。好，所以要发问的人免说你哈。来，迄个不管你改想要讲哪里。我想讲，我提一寡想法哈。就是即个咱讲台语讲资讯的时阵，其实即遮的资讯甲资料，其实会当粗分做两层啦哈。就是一个是表层，就是上顶悬咱使用者接触到的，啊，甲深层。所以头拄讲像今仔大家讲即个 Google Map 顶面写的遮的评论吼，遮是属就是表层的部分。就是咱一般使用者会当做的，咱会当提供资料。啊，这部分是足重要，因为若是无遮个表层的资料，等于就是无人咧使用嘛，就是无资料啊。所以我即摆看到的是即个，其实台语就是即个表层的资料欠，啊，深层还是基层是无人做。还是较少人做，深层的意思是讲，就是毋是表层的资料，是讲即个实际上的即个工具，还是假使是啥物人做，伊内底敢有提供台语的资讯。啊，我举一个例就是我先来我的 screen， 我我的这个 Google 地图，大家敢有看到？所以讲这个，讲遮有一个 box 我点不加所以头拄咱讲的是这个评论的部分，这是使用者会当提供的咱家己会当使用，一般的使用者会当写的。啊，这是这个表层的资料，所以大家应该会晓台语的书写的人，应该爱尽量来做这因为这是嘛是咱足欠嘛。不过另外一部分是深层，深层的意思是讲，咱一般使用者是无法度做的，是制作这个工具的人做。比如讲你。遮有一个我慢慢的开始有中文出来，有一寡中文的路名，还是讲这个Romanize 的路名啊，像遮的资料，你这个是台湾有人配合嘛？台湾有人提供遮的。一开通了后，是安怎连伊 Google 都有即个宽纵线的即个资料，就是因为台湾有即个资料提供即个图资啦，多资的人来提供的，所以其实嘛是
重要，就是讲这个侵占，两边拢爱配合。啊，当然就是咱因为即马咱写这个 Google Maps， 我是感觉就是这个标站的资料这个事工足重要，就是大家爱讲台语来写。毋过就是这个侵占的部分可能嘛是要来讨论。比如讲，我即马点落伊倒手边的地址嘛是英文甲中文两种嘛，对啊，所以讲就是这部分咱就是爱就变做会当来讨论讲安怎第一是安怎加入，啊无另外一种就是安怎家己做一个工具，来互先互这个台语的 community 先用，就是讲嘛毋是讲甲伊拼啦，就是讲安怎会当安怎会当提供互台语人服务其实头拄佫有讲到这个青梅朋友因使用这个网络其实这部分台湾其实有推出一种叫做无障碍标准，无障碍无障碍这个网络应该讲网站的标准，咱会当来看，毋过一般拢是政府咧使用啦，政府咧申请认证，政府的网站拢有，我来互大家看，像就是 CDC， 咱看到遮都有一个无障碍标章，就是有一个无障碍嘛。这个无障碍这个观念，我是感觉足重要。无障碍的意思是讲，其实就像这个阿高姐头拄仔讲到的就是不只相共，就是讲无障碍的意思是，我爱互我的这个网站，其实一个网站就是一个服务啦，这规个网就是我提供一种服务，我是无共资源的人。无共条件的人，拢会当来使用我这个服务。所以，比如讲，我这个无障碍这个观念，就是讲我目睭看袂到的人，我嘛会当来使用这个网站。我比如讲我电脑我无鸟鼠，我干那起盘，我嘛会当来使用这个网站。还是讲我是伫一个就是庄脚还是山顶，我网络足慢。就是这个我根本无资源上网的人，我嘛会当来使用这个网站，所以这是无障碍的这个观念。当然我毋是讲爱来申请这个无障碍的标章啦，因为其实就是政府我嘛知影讲这个因咧发这个因咧分这个无障碍标章嘛是足有当时足官僚有当时就是因审查，有当时即时会过后摆佫无过安尼，所以其实。政府单位以外，拢无人咧申请这种，无人咧算这个无障碍。毋过我是咧讲这个无障碍这个观念足好。其实讲到就是讲到其实有诶讲到头就是讲，咱其实今仔咧讨论这个台语还是台语网站，嘛会当某一个程度讲，伊嘛是某一个程度是无障碍。就是因为咱爱好，敢若会晓台语，敢若会当使用台语的人，伊嘛会当爱来使用你的网站的服务嘛，所以讲，我是感觉就是这点嘛是咱会当先做的，就是因为我知影讲，比如讲这个准入张乐伫遮，所以比如讲这个信望爱的这个网站，是讲这个李江桥这个基金会的这个前辈嘛伫遮，比如讲咱。有这个，比如讲有一寡institute， 咱已经有一寡单位有建立一寡网站的这些人已经有一网站提供服务的这些人，其实嘛会当来做一寡无障碍互人就是比如讲目睭无看到伊嘛会当来接触到台语所以这嘛是一种这嘛是一个方向。最后就是到上头这个就是梁光前辈讲到这个
就是 AAA， 就是台语消费者。其实即个规个话题拢是，我是感觉拢有关联啦吼，甲我头拄仔讲的拢是有关联，就是即个头拄仔是讲到一开始讲到即个 AAA 即个观念，其实我是感觉咱会当来思考business model， 就是商业模式，还是讲慢慢讲商业模式，会当讲是即个运作的模式啦，就是讲咱想要建立一个服务。是希望伊安怎来提供服务嘛？吼，伊安怎运作？其实头拄仔讲 AAA， 其实我想到有3种无共的模式啦。一种就是 AAA， 吼 ，AAA 就是即个美国的即个汽车的协会嘛，因分一张卡，吼，因分一张卡，敢若会员，吼，你加入会员，你去试过，你若是有参加即个AAA 即个会即个商店，吼，因就会当提供，比如讲拍折啊，还是讲一寡服务啦，因嘛有一个，比如讲 catalog， 就是讲一个名册，顶面列就是所有支援即张会员卡的，因拢写伫顶面，所以这是 AAA 的一个观念。另外一种方式是会当用 Yelp， 就是美国有一个就是足大的就是即个。餐厅啊，还是讲商店的评论的网站叫做 Yelp。Yelp 其实今年有入来到台湾啦，吼。这个 Yelp 其实就是甲 Google Map 顶面嘛是不只相共，就是讲我针对餐厅啦，吼，还是针对商店，还是针对提供服务的这实体店面来提供评论嘛。就是用一般的消费者拢会当参与。一般的使用者啦，吼，拢会当参与讲我来，甲比如讲替遮的，我来提供评论遮的已经存在遮实体店面，吼。搁有另外一种啊，就是台湾有一个美国反正嘛有类似的吼，就是讲台湾有一个叫做 O-Card 就是伊是存在伫你手机顶面的一个 App。伊有做一个 app， 做即个 app， 伊其实有一点仔像 AAA， 伊去甲就是无共的伊去甲遮餐厅甲店面吼，伊拢谈合作。所以你若是加入我的这 O-Card 了后，消费者来到你即个店面，伊就会当用 O-Card 来累积点数啦，还是拍折，就是讲伊的点数，伊会当拢接伫即个 O-Card 顶面。所以就变做 O-Card 家己就是一个生态嘛，伊就有家己的一个生态，就是讲你今仔会知去家头门吼，中昼去倒位食饭吼，下晡搁去啉啥物，比如讲啉啥物饮料，遮个店因拄啊好拢有加入 O-Card， 你伫因遐消费的即个点数拢加入即个 O-Card。而且 O-Card 定嘛分一寡，比如讲即个coupon 吼，即个折价券吼，会分遮个就是优惠吼，入来到你消费者的 app， 所以用即个方式就会当甲就是无共店面的即个消费者连做伙，所以我是感觉这嘛是一种方式，就是做一个 app 吼，就是有一点仔像 AAA， 毋过伊阁是一个 app。会当互使用者来了解讲，就是我若是今仔关心台语，即个生态，我除了来即间店，我阁会当去对一间店消费，安尼，所以大概是安尼一把想法。OK， 听多谢破管，你讲安尼足清楚啦，吼。其实是若讲用一个 app。来就是讲，这实是安尼比AAA更较好，毋免不是载一个 app， 你著毋免载一支卡了，你有一个 app， 你就当入去，入去积点数也好，你要找你爱用的消费也好，像讲即马我知影足侪人拢爱去住迄个民宿啦，要去找民宿的时阵，到尾嘛是爱。含讲你住的即个人，即个头家有咧讲台语的还是讲含咱咧讲话讲较会通的，住咧起码字嘛加足好啦
譬如讲像即种，还是讲要去倒一搭要揪一个团，要去倒一搭佚佗吼，这拢会当透过旅行社，这嘛是一种啦吼。即摆咱大家来讲看，讲是毋是讲咱来讲用即个台语来做即种的一个卖点啦吼，要来安尼结合人，咱敢有够遐个力吼？要讲的人请甲麦克拍开吼。你哦。我来讲一个家己的粗浅的看法啦，就是会使学迄个 Wikipedia 因的社团的方式来进行。我有参加迄个 Wiki 的即个社团，伊逐个月拢有一遍的聚会，伊聚会呢，是要做代志的。当然平常时家己会使抽时间去做即个事业的工作，因为咱大家若是有用过 Wiki 的人，拢知影讲伊顶悬的写的物件，其实拢是有真侪志工去写的。毋是讲因请人去写，因真侪拢是志工。志工为虾米愿意开即个时间？就是伊是另外伊的兴趣，还是伊的理念？所以咱顶悬看到的，比如讲，有关台湾的小界。台湾的迄个小界画面字，搁有比如讲以早某一个人比如讲咱的即个进前的历史，还是倒一个所在的小界，拢是有真侪人去写的。因这写毋是每一个人拢逐工拢那拍拼去写，因为有的人是其实平常时拢咧食头路。所以有大部分的人其实真歹抽迄个时间，所以Wiki的人会一个月约一遍，大家组一组伙来，你若看迄个现场，你会感觉足奇怪，哪有一群人都坐伫咧一间教室内底，一直咧拍电脑，都是因为讲有一个目标，比如讲今仔日大家咱要来完成即个条目的即个书写，所以伊就有一个目标会当做伙甲伊完成，安尼才有进度。再一直增加落去，若无真个大部分的人讲要写，可能就是写无几句就停落来休困啊。所以咱是毋是讲会晓写台语文的台语人，会当招几个社团的人，大家组织起来约定互大家一个目标，比如讲我这段时间，譬如讲这礼拜，我上少我写一两项。才有法度增加即个内底的内容。当然，阁有就是拄则福原兄讲的表赞，阁有迄个内底较深层的，拢爱互相配合。因较深层的，阮都毋知影迄个技术是安怎。若是有即种会使学习较深层，要安怎来斗骹手的，我相信会使嘛招较侪人来做伙来加入。多谢大家。不过我问你一个问题哈，其实两个问题啦哈。不过你搁伫遐吼，好来，第一个问题吼，你只有讲到迄个无障碍即个概念啦哈。所以你的意思是毋是讲，若伫政府的机构的内面，咱会当去甲要求讲，我即马讲台语的人，我要使用你的服务有障碍，哈你伫即个 Google Map 伫遮个公共资源的时阵，你爱来设即个台语，你拄则是毋是即种的意思？你讲无障碍含台语的关系时阵，你是毋是讲即个意思？我其实，我只是一个等于讲是一个，等于讲两个比起来是有一寡相像的部分啦。毋过敢会当去要求，这会当思考者，因为伊这个无障碍伫政府的这个标准内底伊其实是对这个网站这个写网站的人提出一寡就是标准。这个标准你必须就是你一定爱就是符合了后，我就会互你这个认证。
安尼。啊，即个标准包括，比如讲你爱安怎，毋过伊即个标准嘛，毋是讲干那网站的部分会当达成的。比如讲，伊要求讲即个你网站有放足侪，比如讲其中一点就是即个网站顶面，一般咱拢是用即个鸟鼠咧控制，对吧？所以用鸟鼠控制的时阵，咱一般做网站的人无就是袂去特别设计讲你爱用即个起盘来控制，即个政府的要求讲，你若是要通过即个，你若是爱即个认证我你一定爱针对起盘会当控制，你会当用起盘去看到每一个所有的网页内底，即个网站内底所有的网页，安尼才算是通过嘛。因为等于讲，安尼才是无障碍嘛，袂当讲你某一寡操作一定爱用鸟鼠另外一种，比如讲你的这个图网站顶面拢有足多图嘛，这个图当然即个请的朋友因拢看袂到嘛，看袂到的时阵，你是毋是爱提供一寡即个代替的这个文字代替这个代替这个文字，其实请的朋友嘛看袂到嘛，毋过即个时阵其实是有一寡就是电脑内底拢有一寡就是配合的，因会当发音的一寡工具因看到这个代替文字的时阵，因会当甲读出来。安尼就会当达成讲，就是我就是去这个网站，因为我有提供代替文字，所以你这个亲的朋友若是有装恁的工具恁就会当。就是嘛会当听会到这个资讯嘛，恁才会知影讲，你会当思考嘛，就是讲，咱即马目睭拢看袂到，即马干那用起盘咧控制即个网站，我哪会知影讲我即马看到第几啊，对吧？一定是爱，所以这是几大种工具咧配合，这我了解，所以我即摆要问的是，干针对语言啦就是讲，你这个语种这个标准有语言这个。你有定落去，你无你毋知影就对啦无啊，伊无针对，伊无针对这，无针对这，所以当然歹势。像讲即种观念啦像讲伫加州的病院啦叫我知，起码去加州的病院伊拢写一块牌啊，写一块牌讲阮即间病院有提供啥物款的语言的翻译，你若袂晓的时阵，你会当拍某一个电话所以若是像这种，当然即摆是含要讲的，这有小可离题啦但是假使讲，咱若是会当讲争取着讲，我确实我爱用我的母语较有法度人沟通你这个病院爱提供这种服务其实因拢有做到够啦若是讲袂当沟通的时候，伊有一个电话爱当卡去，爱当马上提供翻译的服务啦。第二点我要甲你问的是讲侵占，你讲一个侵占的服务这边安尼啦侵占这个部分，这毋是讲咱会当做的嘛一定就是爱语国爱配合嘛你拄则你有讲会当讲成功你来设计一个假诗这是你这是啥物意思？这你就无需要语国配合就对应该是讲，就是你若是家己设计，就是咱若是家己设计一个系统，还是一个工具的时阵一个假诗的时阵，就会当家己选用适合的，就是讲家己就会当有这个就会当各做一寡改变的设计嘛。这个改变的这个就是咱改这个设计就会当，比如讲某一部分就会当取代 Google Maps 安尼。是讲甚至咱，比如讲咱做一个，咱讲像头讲这个 AAA app， 咱讲这个观念好做一个 app 来甲所有的讲台语的商店连起来，安尼。咱这个做这个 app 的时阵，其实会当就是莫采用 Google Map 嘛，咱用别行 map， 其他的 map 会当互你家己就是甲地址转做台语的。安尼是有这种的某这种 map
对啊，因为比如讲即个地图吼，地图若是 Google 咧提供嘛，伊嘛有即个，比如讲即个 Microsoft，伊的即个 Bing 嘛有 Map 嘛，啊嘛有一寡就是无共的即个，就是无共的即个公司拢有提供 Map， 当然是 Google Map 较好用，所以其实我是感觉即两项议题拢伊毋是冲突啦，伊嘛毋是讲咱。嘛，毋是讲咱今仔讲就是用家己的即个家私啊，咱就拢莫用 Google Map， 因为 Google Map 顶面大家有去写，因为 Google Map 是上侪人用嘛，大家拢去写台语的时阵，这是即个伊的等于讲即个能见度吼，等于讲伊的即个伊的即个 exposure 是上悬嘛，吼，就是讲大家拢看会到嘛，啊，毋过即个家己的家私，这嘛是等于讲较亲善的，就是讲咱若是有一寡家己需要的服务，啊是目前遮的大公司拢无法度提供的，这就是咱会当，就是咱会当家己来做嘛，啊就是看，我来请哈，比如讲我即摆是有一间咖啡店嘛哈，啊我甲伊拼，我就变成我当Google顶头广告嘛哈。啊，我甲选择个好，我要用台语广告，哈，安尼敢会使哩？我敢会当讲家己来设一个，哈，设一个位置就对啦。当 map 顶头我设一个位置，哈，啊是毋是讲我若设一个位置内面，遐个内容要安怎写？迄就是在讲迄个去甲设迄个位置管理，敢是安尼？是啊。是，家己会当决定安怎写，嘿，是。啊，这爱付费嘛？你爱付 Google Map 还是毋免？哦，你若是干那，比如讲你本身有一个店，吼，啊，你要针对即间店，你爱写一寡资料内容，这是毋免付钱。你只要讲证明讲你是即间店的 owner， 安尼，你就会当加资料去哩。啊，伊这是开放的，还是讲爱搁甲申请？就是你有一点仔先申请，毋过伊基本上嘛毋是审查，只要伊就是讲伊你看即个地图顶面有就是几百几千万的遮个店嘛吼，啊每一间你只要会当证明讲你是即间店的 owner， 你拢会当去你顶面写资料。好，啊，即摆来讲，譬如讲迄个理工局文教基金会，伊有读册会，还要广告哈。啊，伊敢会当我甲记一个，我嘛是正式一个组织啦，哈。是啊。啊，内面的敢会当遐写，你小等下，因为我归去我甲小等下。遮大家敢有看诶？有啊。我开即个地图，即地图顶面就已经有即个，就是理工局嘛，吼。啊，就是即顶面，比如讲遮个文字，还是讲我会记得嘛会当写一寡介绍，还是中遮个资料吼，中遮个资料其实拢会当你，遮有一个就是即个字钮，遮有一个button 吼 ，claim this business， 就是讲你若是即个 business 还是讲即个单位吼的 owner， 你会当去 claim 嘛？我是看，因为讲遮 Google 顶面有即个资料，啊，结果无人咧管理嘛，就等于讲是 Google 内底有即个资料，毋过你若是要写家己的内容，啊，你就会当讲，就是遮字是我要来 manage， 因为这间是我的嘛，啊，所以我希望讲顶面就是提供更较侪资料嘛，会当方便着使用者安尼。OK， 所以其实是安尼。啊，所以伊即个拄则你去查即个哈，
迄个 Google Map 资料是安怎来？迄毋是你工局基金会去甲申请的嘛？吼，伊就可能去按迄个咱的内政部迄搭摕到资料，咱就直接就去甲放你迄啦，敢是呢？应该毋是讲安尼，应该是即个使用者，比如讲某一寡使用者伊有标记，比如讲我认为，你看遮已经有8个使用者，有8个人已经写因的即个评论啦嘛，吼。下骹遮个评论吼，遮有一寡人已经写。其实今仔日我若是感觉，我若有一间店就明明有无写伫地图顶面，其实我嘛会当去 add， 遮有一个 button 嘛，吼 ，add your business， 你会当加入你的，就是顶面也无的，吼。毋过当然，你加起嚟了后，你加起嚟并无代表即个 business 是你的嘛。所以讲，就是即个 business 即个 owner 伊个爱去，比如讲像我头拄安尼记落，就是讲即个。我个爱就是个加较侪资料伫顶面，安尼，所以你即摆要 manage 的时阵哈，你就是敢要爱提供啥物款证明，讲有免来证明讲我就是即间迄个商店的所有者，伊敢有啥物款？这我毋捌试过，因为我都毋捌安尼加过，所以其实呢，即嘛是真好用啊！譬如讲，咱也是讲，咱有一个 app 吼，咱会当讲好啊，咱这要用的人，若一寡路边摊伊袂晓用的吼，还是讲细间店袂晓用的吼，咱若是讲有一寡朋友会当，咱有够几个人参加咱的 app， 咱的朋友会当去甲迄个辅导变来用吼。就替伊 manage 就甲写替伊做广告，这嘛是会当做啊。是。所以这毋免经过 Google 的迄个伊本地就同意人安尼做，伊安尼做的时，伊资料较侪嘛，对伊有嘛。是，所以我是认为讲，就是伫咱也未开始，还是讲也毋知安怎开始做即个侵占的即部分进程，咱会当成为即个标准，就是讲即马已经有诶，就是上侪人用诶服务，成为顶面加资料。多谢。因为我即个screen 哈，拄啊好，即马有 share， 所以我顺线讲这，因为头拄讲着 wiki 嘛，这个 wiki。只有一个，因为我知影讲，因一般拢较讨论 Wikipedia 较侪。这个 Wiki 图书馆哈，这是我较早申请的，伊是 Wikisource。我毋知影恁敢有接触啦，就是这个阿高姐哈，敢有接触，就是讲这个 Wiki 哈，下骹有足侪计划啊，下骹遮有 Wikipedia 当然是上侪嘛哈，搁有 Wikibooks， 就是咧写册教人一寡物件哈。还是讲 Wikiquote， 就是咧讲一寡引用一寡较早的人讲过的话。Wiktionary 就是字典嘛，书典这项嘛是台语已经有的哈。台语目前有的是 Wikipedia 啦，加 Wiktionary 哈 ，Wiktionary 书典有哈。Wiki 图书馆这是我较早去申请的，落尾我嘛有加，就是我找到的遮个这个图书馆伊的目标就是讲，伊爱甲较早的文献藏起来，就是讲当然是无版权的较好啦吼，因为就是遮个，就是讲你这种语言内底的遮个经典的遮个文献吼，遮个藏起来。所以我迄个时阵有申请着，所以即马我有缘会当管理啦吼，因为就是管理员而且即个。顶面遮个资料，我找到我嘛拢藏起来，比如讲即个10项观点嘛，吼，错背会，还是讲遮个比如讲主的祈祷文，就是遮个，就是较早找到的资料，我有藏起来。所以讲遮就是嘛是互你了解一下，讲遮嘛会当来维护，因为遮嘛是较少人用，因为一般拢知影 Wikipedia 嘛。所以大概安尼讲一下。哇，那真精彩，多谢你的介绍。好，咱有啥物款
有啥物款要问的无？啥物款讨论的无？好，无安尼，咱今仔日就到遮啦，吼。咱看托迄个张医师吼，你即摆若较慰问讲吼，拜托看会当招，佮招一边迄个康培德教授吼，来讲一下，讲伊迄个地名吼，母语的地名即摆到底是做甲啥物款吼？啊，敢会当讲含即个 Google Map 这有啥物款的配合吼？ OK， 好，我会想办法。啊，安尼即个影片会当无来参加的，咱今仔有录影吼，会当送互因看啦吼。所以咱佫剩今仔日讨论真精彩啦吼，所以用较长的时间吼，咱即摆几分钟的时间吼，咱来读迄个约翰14章啦，迄个路加啦吼。 梁光兄，你拄则讲要请阿天讲，结果无讲，伊走去啊。对，伊有讲，写迄个，伊老早伊就写批来，伊讲伊今仔日10点进前爱离开啦，吼。天伊是讲迄个，伊的麦克吼，最近迄个无偌好势，所以讲拢会破音吼，所以即摆今仔无啥讲话，伊要入来进前有来请假，讲伊10点爱离开安尼嘿。台湾的时间10点。我即摆嘛爱先歹势先息咧啊吼。好，拜拜。好 ，OK， 好，安尼来，所以咱今仔剩几分钟来读一下圣经咧哈。stop video 哈。 梁公长咯，嘿，即摆有迄个新版的咧，会甲你记录起来较好用啊。新版的啊，好，安尼我，好，安尼我。我见即摆我是讲有一个新版的，免搁大概搁点出来安啊，免搁开哈，好。系啊，伊有是。好，多谢。因为吼，迄个这位劳动好吼，咧老实吼，拄则我想讲你。 这会我来讲完是内准是查某会歹势吼，所以欢迎你第一遍来参加咱这个读书会。普通咱读经的时间是较长啦吼，但是有时啊，咱会请迄个特别来宾来，有时啊讲较精彩的时候，咱读经的时间就较少啦吼。所以平常时咱总差不多有差1点钟的时间吼，会当大家互相来学习啦吼。所以是毋是咱请你来？ 先来读好无？吼，倒边遮是即个全民台语圣经的罗马字，这是汉罗版吼，这是巴克勒的版吼，这是差不多要成百当前的台语啦吼，这是较现代的台语吼，所以无请你来先来读好无？哈，试看卖啊。有一个安息日。 耶稣入去一个法利赛派的头人的厝食饭，大家在观察耶稣所做的。好，来继续。拄好伫耶稣的面前，有一个高重病的人。耶稣对律法教师甲法利赛派的人讲：安息日医病通也毋通。遐个人点点。 耶稣就甲迄个人牵起来，甲伊医好，互伊转去。
然后耶稣对因讲：恁中间啥人若有牛是牛伫安息日活落狗窟，恁敢无随时甲伊救起来？嗯，遐个人拢无话通应。好，你敢要试用罗马字来读看觅啊？你来试读迄个，吼，巴克咧诶经文，吼，这个哈。安息日，耶稣入一个法利赛头人的厝，要食，因伫等伊。拄当伫伊的面前，有一个高中的人。耶稣对教律法的先生甲法利赛人讲：安息日伊边通也毋通。因静静，耶稣牵迄个人，伊互伊去。煞对因讲：恁中间什么人有牛还是牛伫安息日活落狗窟，也无念伊牵伊起来吗？好，迄个念哈，咱即摆拢较讲念面啦，吼，念边哈，念边。遮个话因袂话应。吼，你读甲真好呢。你学偌久啊？我是对旧年底就看着迄个影片啊，看着发现讲台语敢若有消失去的危机，所以差不多对旧年底开始学白话字。你足紧的呢，你学甲足好，像讲阮年纪较大诶吼。啊，即摆要去读白话字，有时啊吼，读甲反应足慢诶，你读甲足紧诶。看着阿华西诶影片呢，你讲影片？对。吼，哇，你阿华西真好真好，哇，你真好。好，啊你安尼你即集吼，我想是伫咧讲即个故事啦吼，所以是应该是你敢有啥物款问题要问，还是讲有啥物款诶见解要甲大家分享？我想要问的是，高中是啥物意思？高中病吼，迄个主要除了你敢会当来甲这位同学来回答一下好无？啊，因为较古早的病啦，即马较无啊。高中病，我的了解敢若是骹拢会肿起来，是安怎我嘛无讲真清楚。我查了再过来较清楚了再来。现代较少即款病。应该是你看，应该比肿啦吼，就是讲肿起来，就是讲咧肿啊，水肿的病安尼吼。啊，所以到底是啥物款病？张医生伫遮嘿，走去也毋知影。反正伊重点就是讲，啊，就有人破病吼，伫安息日吼，带医病，啊，一寡法利赛派的人，就是差不多是遐头人吼，会使讲是宗教界的头人吼，就咧甲耶稣安尼伫遐咧甲质问就对啦吼。来，无请即个慧斌兄你来读好无？来读个主客关系的教师。来，无你来读白话字啊吼，你来读全面台语圣经哈。来17节到这段经文读好了啦吼，读到14。耶稣看遐个人家一经大位，就用譬如对因讲：恁互人请去赴婚宴的时，毋通坐大位，总行有比你较尊贵的人。
嘛来互伊请。嗯，迄时主人会来甲你讲，请让位互即个人，你会感觉见笑，煞着去坐伫上尾的位。嗯，互人请的时，着去坐尾位，请你的人来甲你讲，朋友，请你起来坐大位。迄时你伫同道的人面前，就有体面嘿。因为骄傲的人会受降低，谦卑的人会互人甲伊提高。嗯，然后伊的事嘛甲请伊的人讲，你办中昼顿，还是暗顿的时，毋通请你的朋友，还是兄弟，还是亲情，还是好业的厝边，则免得因甲你请倒转来，安尼你煞受人报答。嗯，你办桌请人客的时，就请善车的、画相的、摆骹的、青面的，安尼你一定会受祝福，因为因无能力甲你报答，伫人搁活的时，上帝会甲你报答。多谢。即老先生，你过去敢捌读过即个全面台语圣经？无呢，你毋捌哈，所以你第一接触着哈。所以我甲你解说一下哈。伊遮耶稣哈，伊遮是甲翻做耶稣啦，啊，耶稣啊，因为安尼伊是无爱讲按原文倒来哈，佮经过中文哈，啊，所以就是耶稣可能是含迄个原文安尼较近啦，啊，所以翻译个理念就是讲，若安尼的时阵，以后要含你若讲耶稣吼，啊，人迄个是讲耶稣啊，吼，啊，所以迄个音就差较济，所以照原文来翻啦，吼。啊，即本圣经诶翻译个理念是想讲要互教会以外诶人原来会当来读吼，因为过去诶迄个巴克礼版吼，恐惊是较久啊吼，啊，所以对现代诶人咧读吼，会较有困难啦吼。啊，个第二个所在吼，就是讲伊咧轻声诶所在吼，我看叫做轻声。现在是一点吼，不要紧，搁较即摆常找无吼，若找着诶时，我较甲你讲吼。好，啊，无来，迄个边遐过来把去历史来个读一遍吼，啊看差偌济安尼吼。耶稣看遐个人客经大位，就说譬如对因讲，恁互人请去赴婚宴的宴桌，何必坐大位？行了比你较尊贵的，也互伊请，就请你甲请伊的来甲你讲，让位互即人，你就见笑，替去坐伫尾位。独互人请的时，就去坐尾位，就请你的来甲你讲，朋友啊，坐起来。迄时你伫同道的人的面前就体面。同道啦吼，同道，伊说同道嘿。因为囝仔自个的要互伊卑微，家己卑微的要高升伊。耶稣甲请伊的人讲：你办日斗顿，
还是会用转，毋通请你诶朋友，还是兄弟，还是亲戚，还是好野诶厝边，行了因倒请你就受报答。嗯，若是你办缘道诶时，就请送香诶、看相诶、拜卡诶、生面诶，你就有福气。嗯，因为因无通报答你，就伫义人国外诶时，你要得到报答。嗯，当道诶一人听见这诶话，就甲伊讲，要伫上帝诶国才会有福气啊！好，来好，多谢。对，所以是即个巴克勒办的即个台语吼，所以即摆要听小可有困难啦吼。譬如讲伊讲亲戚吼，亲戚应该是咱即摆讲亲情吼，一般日斗长吼，即日斗长吼，伊个写日斗长，咱即摆无讲日斗长啊，吼，我即摆是讲迄个日斗长可能我听较有啊吼，咱是讲中斗长啊吼。下昏顿抑阁可能有啦吼，但是咱讲暗顿啊，无讲下昏顿啊吼。佫有其他啦吼。好，安尼即段经文咱有啥物款呢？看是语言还是讲迄个意思？大家有啥物款呢？要问无？还是讲有要分享无？好，无吼，无咱继续吼，无咱请搁落去请阿高说来读好无吼？你嘛是先来读迄个即个白话字吼，大宴席的譬如，好，大宴席的譬如，讲道的一人，听到这个话，就对伊的事讲，会当伫上帝国度啉食的人真有福气。毋过耶稣甲伊讲，有一个人办大宴席，请真济人，到要开道的时，找伊的奴仆，甲所请的人讲，请恁着来，请恁着来，逐人拢准备好势啊！因一个提示，头一个甲伊讲，我有买一区房，一定着去看咧，请你谅解。19节。19节，搁一个人讲，我有买5对牛，着去验收，请你谅解。20节20节，搁一个人讲，我拄娶某，所以袂当去。好，21节。21节，奴仆转去甲遮个代志，甲主人讲，迄个主人受气，甲伊个奴仆讲，紧出去城内的街头巷尾，带遐个散车的半相的判相的青梅的，甲是咧，再听一下青梅判相的，判相的青判相的青梅，甲摆卡的来遮。OK，
你稍等一下哈，拄则迄个老先生，拄则我咧讲的就是遮啦哈，伊即马普通时即搭有时咧轻声哈，伊是两撇啦哈，伊即马遮时间用1点安尼啦哈，你规定全面台语圣经是，那安尼的时阵，即搭就是爱变做轻声啦哈。即个轻声即个部分就是讲哈，比如讲散车，散车的，就是讲散车的人，散车的人，伊就改做讲轻声，就是开始散车的哈。好，歹势，我哋继续二节哈。到这里继续哈，好，二节，罗伯讲，主人，你所吩咐的，我拢已经做啊。毋过抑阁有空位。23，主人对罗伯讲，出去路呢，甲篱笆边免叫人入来，通互我的厝坐满，因为我甲恁讲，前所请遐个人，无一个会当食到我的宴席。迄个请哈，请，好，这是第二声，前所请遐个人，对，以前所邀请遐个人，毋是请是迄个去迄个请人来做工哈，这是请前所邀请遐个人的意思哈。前所请，好。请嘿 ，OK， 好，今仔日已经超过时间啦吼，感谢即个大家来参加吼，希望咱后礼拜会当同时间搁继续。迄个会员吼，我即马我拢有设一个 Messenger 的 group 啦吼，我甲你加去 Messenger 好无哈？好啊。安尼以后要传送信息较方便安尼嘿。OK， 所以你若有啥物款的迄个意见，你嘛当迄个在写呢吼。所以我你 Facebook 的名是啥物款？Facebook 嘛是共款。你敢是咱两个敢是朋友？是啊。好，所以慧明你是咱的朋友哈，好 ，OK。不管我嘛，甲你加入去迄个咱 Messenger group 啦哈。你嘛，你迄个 Facebook 的名嘛是用破关嘛哈？破关嘿，是。歹势，今仔日拢无互你机会读着，嘿，今日你也可以食，哈，好，安尼无咱迄个今仔日咱就到遮，咱后礼拜同时间再会，哈，欢迎招朋友，加减到招朋友来参加，迄个若康培德先生迄个联络会到，咱搁继续来讲即个主题，其实迄个林钦佑，伊应该是对这嘛是有研究啦伊是算 Microsoft 的较级的主管的，伊即摆人走去中国伊即摆搁走转去北京，所以检测伊要参加较无方便啦，所以若搁倒来美国时阵，我会搁甲邀请的，咱来继续来讲这个主题。迄个破关你来，比如讲拄则有迄个要想讲要来的构想你若有搁较具体，还是讲有啥物需要相关资源请你免客气，出来大家来斗，反正就是拢是正人的代志嘛所以就是安尼大家资源看是财务还是讲迄个人力还是讲关系大家来当轻做伙毋是干那靠一个人的力，虽然看起来袂输工程真大总是慢慢累积嘛是做会起来好，我呢今仔日到遮最后我甲即个影片我甲寄互你好，安尼好，再会，谢谢，拜。
平安嘿，要平安。祝我看到福源嘿。真欢喜看到你。阮心目也有真侪迄个典藏啊，即个我会当斗下手啦，要爱增加图书馆啦。图书馆啊，是。也足赞诶，咱再要联络。是。我有收足侪啊典藏诶物件，真侪阮嘛拢有迄个数位化嘛。是。遐物件拢会当摕嚟。是。而且吼，咱而且佮几分钟仔来讲吼，你迄个我知影，迄个重要遐你遐诶翻译诶技术吼，你嘛做到有一个程度啊嘛吼。你即摆做就是讲，你甲迄个华语翻台语嘛吼，华语台语迄算做甲袂歹啊嘛吼。啊，你即摆若讲用英语吼。去甲翻做华语，啊华语过来翻做台语吼，你即个部分吼，迄个品质好啊歹，你敢会当甲介绍？讲实在吼 ，Google Translate 吼已经袂歹啊，华语、英语翻华语袂歹啊，所以我常常拢会去用伊个华语来英语翻做，用 Google Translate 翻做迄个华语，再甲翻做台语汉语。再翻做台语白话字安尼啦。OK。因为咱家己要我去建立迄个思考，我家己有建立啊，建立就创造目前50%啦，拢单字有法度翻啦。真正规矩的吼，较歹。你Google Translate 翻做华语，你翻译要华语翻做台语的时，你一定要去写个去顺嘛，去顺的时来改，遐你。本来遐汉字你拢免零拍嘛，就省足侪时间啦。OK， 像你即马吼，比如华语、台语啦，吼，我是有试用一阵啊啦，吼，但是我可能用诶，你来我诶电脑装也无成功。最近迄个甲即个慧萍哦，阮去招即个撇步分享社，就是准备要甲即个工具。拢要甲大家分享啦，即摆即个慧萍兄已经拢差不多拢会晓吼。好 ，OK。迄个我换你讲，我定人甲我讲，我已经70多岁啊吼，一定爱警教即个少年辈啊。有影。你迄个正确率吼，你家己咧用啦吼，你讲华语吼、华文啦吼、华文翻台文吼、翻去汉语吼，迄个。正确率差不多偌济？看伊个属性是啥个？若教会圣经内底物件，正啊差会当98%啦。你讲几拍？98啦。98，那个足准啊！我们要翻做烂钢碗，迄一定要用烂钢啦。好。迄嘛是有出来啊，所以你迄个所在你去甲改。还是讲我要，迄个要有买有爱有啥个，遐家己爱去选啦。若迄个汉语去翻做白话字安尼？迄100%，差不多啦。OK。所以阮遮你做平面的基督观吼，你听迄个慧萍遐有一工互伊分享一下。好，真好。所以其实咱这资源其实嘛拢袂少啊，所以就是大家若有安尼连结分享吼，会当省足侪代志，毋免个人个顶头做起。好，安尼好，今日到遮吼，感谢大家，拜拜。拜拜。我已经要10点嘛，要来困啦。